就这样结束了。当然是一波未平就一波又起，就要让大家来看一下更精彩的音乐见证。那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呢，来欢迎接下来的这位青年才子朱兆渠，掌声欢迎！好，大家好，各位嘉南的教会的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好。那我叫朱兆渠，那我今天有带来一首我的创作，然后以及我的生命的见证。那我先在分享我的创作之前呢，先跟大家讲一下我的生命的见证，然后有关于上帝怎么样带领我，怎么样改变我，怎么样，即使我很调皮捣蛋的时候，还愿意爱我，好像我挽回，所以我写这首歌挽回。好，那我就用逐字稿的方式把我的见证说给各位听。从小我生长在桃园龙潭乡充满爱的家庭，因为神特别的恩典，活的时候全家5个人先后后受洗归主。我相信神是真的，但不觉得我很需要他，或是神很在于我。教会呢，就是个好玩的地方。我一直被上帝的丰盛牧养着。高中的时候，我为了举办服侍国中生的夏令营，产生了我生命中第一首的创作。自此，神开启了我创作恩赐的门。高3的时候，我参加了4年1次的青宣大会，我参与的是流行音乐侍奉组。在那一次的特会里面，我被神呼召，决定用流行音乐来侍奉上帝。神并没有因此就给我一个音乐系来念。我离开离乡背景，跑到高雄去念室内设计，离开了家，离开了教会，也离开了上帝。我拥有人人称羡的大学生活，无论是社团或是课业或人际关系，都有很好的发挥跟成绩。而我每天呢，仅仅饭前祷告感谢上帝，聚会更是有一搭没一搭的。毕业到台北，神将一份很好的工作送到我的眼前，我在基督徒老板眼前蒙了恩，一切顺利的我，从不认为工作是很难找的。凭我的聪明才智，没有难得倒我的事情。我口里感谢上帝，其实是自己在心中作王。台北这个花花世界让我很快的迷失其中。2年前，我参加超级偶像选秀比赛，一路过关斩将，杀进前10强。我以为神要带领我走他所呼召的道路了，却没有意识到，在神的眼中，我根本毫无预备，也完全没有资格去领受神呼召的使命。此时的我几乎已经不参与任何的教会活动。08年，我辞去了设计公司的工作，开始 SOHO 的生活。有案子就做案子，没案子就玩音乐的日子，实在是浪漫的过了头了。日夜颠倒、毫无纪律的生活，也让我开始连夏天都会鼻塞过敏，因此常常不能录音或是做表演。我努力的认识一些大咖的音乐人，办了几场创作发表会，也得到很多正面的评价。相继呢，也有唱片公司表示愿意合作，但无奈总是无疾而终。设计的工作呢，在金融海啸的时候几乎是全面停摆，谈得多却没有半个拿下来，收入是0。然后那时候我有一份高额的定存保单，就开始缴不出钱来了。然后当时有一个交往的女朋友，也是大力的抵挡上帝。2个人的价值观落差很大，让我相处起来非常的辛苦。然后经济的压力呢，让我不得不找一个设计公司去上班。新的老板的逼迫，让我天天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因神的恩典，在台北我能够免费在台北住了4年的房子。在09年9月，突然被屋主告知说年底就要收回去了，或租或买，每个周末我就要发着疯的找房子，找得非常非常不好找。然后找房子的过程中，我也跟家人发生非常严重的冲突。然后这一切的过程当中，我的当时的女朋友也终于离我而去，然后拖着身心俱疲，
的状况，我答应了台北复兴堂圣诞节独唱的一个服饰。演出的前一天晚上，我半夜突然觉得喉咙痛，然后我就去买了自己去买的药来吃。结果然后隔天下午的3点钟，就因为严重的药物过敏，然后被送到急诊室去。然后晚上7点钟要上台，但我的过敏反应就是会让我的气管、喉咙，然后跟整个脸都肿起来，所以我都不能讲话，更不用说唱歌了。然后那时候我就非常焦急，然后我就跟神祷告说：神啊，求你帮助我，你若不顾念我，也请你顾念自己的聚会。当天表演其实是一个完美的结束，除了同工之外，没有人知道我刚从急诊室出来。事后我回到家开始回顾这几年，我出门的时候呢是丰丰富富的，那如今我这样绕了一大圈，变成一无所有。然后无论是神的国度，或者是我的音乐的梦想、设计的事业、我爱的人以及我的金钱，通通都在这1年里面离我而去。在一个难过至极的一个下班的夜晚，我哭着跟神认罪悔改，哭了又说了又哭，哭了又说，这样子2、3个小时。有一句圣经说：“忧伤痛悔的心，我必不轻看。”我彻底的认罪，重新迎接神坐在我心中的宝座上，因为我靠着自己的能力，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没有退路了。还有一节圣经也说到，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透过神奇妙的带领，我来到台北新生命小组教会，前后神大能的帮助，让我真实反败为胜。2010年的1月，神便赐给我一栋房子，而且低于市价不少，成交，并且在2月交屋之前神赐给我一间免费在台北东区的套房可以住。那是2年前我的业主，我装修设计的案子，屋主说正好租客要退租，然后又还没租出去，我就先来住吧。然后感谢神，让我的保险金争取到全额退款，然后就是他就免费解约，不会扣你的违约金。在我的金融保险的朋友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然后台北法兰茨音乐餐厅主动电话邀请我，每个月我从今年4月唱到9月都在法兰茨音乐餐厅有演出。这是我过去一直很想去表演却没有办法进去的一个很棒的一个表演场地。神呢也调整我服侍的心态，我开始愿意在小组里面好好服侍，将神放为第一顺位。教会的教导更新了我过去信仰的观念与真理的落差。我也重新开始关心身边的朋友，发现传福音给身边的人，以人归主才是真正让我快乐的事情。我重新回到室内设计 SOHO 的工作，感觉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利用。早晨我可以灵修祷告，让我更亲近神，也有更多的负担来为慕道友来祷告。年初今年年初兴起建造的奉献，我被圣灵催逼完成了一本原本不可能认为的奉献数字。但是神在经济上的祝福，让我的设计还从那时候一直排到明年。对，然后重点是呢，终于我明年也有机会发行自己的个人专辑，然后是一个基督徒的制作团队，我与制作人呢都同意要以国度意象为专题的主轴。最后呢，神让我认识了现在的女朋友丽琪，我们常常一起祷告，建立基督化家庭为前提交往，期待可以同登天路。也不过才半年的时间呢，神将我失去的全部加倍更好的重新赐给我，并且更新我，给我服侍的机会。我的见证还没有结束，我相信神会继续恩待我，也愿意为神付出更多，愿意我们都能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行过的路径都滴下脂油，将感恩荣耀归给爱我的父神。
爱的都已走远，天崩地裂，谁来挽回？已经没有的机会，黑暗瞬间把我包围。再信的人，凡事都能可以挽回，哪怕全身伤痕累累，心扉已碎。耶稣挽回，挽回所有的眼泪，写下防备，主我要一生跟随。流尽宝血为了我的罪，凡听见的人都当跟随。你是我的挽回剂，挽回我的生命。我流浪在无尽的旷野，你等候我每一个深夜，一生所有眼泪，耶稣挽回。耶稣挽回，挽回所有的眼泪，写下防备，主我要一生跟随。